大家好，我係6A 班嘅趙香瑩。今日我哋介紹嘅圖書呢係《植物大戰殭屍2之爆笑漫畫》。呢本書嘅作者係小江南，佢嘅出版社係中華教育出版社。佢係一個漫畫嘅類別。呢本書呢，佢一共有120個小故事，同埋有25個角色，其中有豌豆射手、蔡文、堅果、向日葵等等角色。我比較鍾意嘅角色係豌豆射手，因為佢係比較聰明一啲。而我最鍾意嘅情景係第66個嘅小故事，叫猜拳決勝，係講船長殭屍叫佢哋嘅船員們等個船長返嚟之前，將嗰整艘船要打掃乾淨。之後嗰啲船員們就諗住猜拳決定嚟邊個去打掃嗰個船。之後佢哋就猜到連船長返嚟都決定唔到邊個打掃船。之後船長又大發雷霆，就話你哋打掃個船啫，點解咁耐都未打掃完㗎？之後個船長就叫嗰啲船員們就打掃。我覺得我睇完呢本書嘅感受係令我成個人都覺得好放鬆。如果係滿分嘅話，我會俾佢滿分10